後來最近有公務人員到中國遊覽去互搬查，甚至有員警到福建去互押去。即擺閣有網友來透露講，伊甲翁婿是軍籍，結果因的後生對阿公阿嬤到中國自由行，對方竟然要求要審查爸母的身份證。As one of China's largest urban lakes， 中共官方媒體播影片宣傳中國武漢水，即馬嘛是有真濟台灣人去到中國旅遊。都有一個講家己是軍籍的網友分享，因囝甲阿公阿嬤去到中國耍，說要退爸母的身份。當時伊的爸母就是囡仔阿公阿嬤帶孫去到中國自由行，到飯店所接到阿嬤電話，講飯店人員要求要退伊甲先生的身份證號碼。飯店人員就解說，因為是未成年，要來大愛確認資料，伊甲先生攏稍無頭草，因為進前幾擺攏免先怎即便都愛，而且中國甲台灣的戶政系統也無共款。網友嘛講，伊的先生算是高階軍籍，甚至凊彩講一個身份證號碼，對方竟然閣知影號碼是丟批。類似的這個泄密案，以往都出現過，包括戶籍資料整個就是被 copy 到中國，還有就是健保資料庫特別身份別，比如說軍人或者是情治人員或國安人員都會注記，在實體上就是進行這資料還有號碼的這個區隔，我想這一點也是值得我們去考慮。專家建議愛區分特殊身份的出去，國防部後續賣做相關經驗作為。不過中國對台灣施加壓力是愈來愈接，除了軍事恐嚇、外交領域的打壓，和民間團體和個人的自由嘛要掠焦點。歡迎去日報的形容，非兒童合唱團和咖啡師攏無要放棄。專家嘛講，對中國官員來講，壓迫台灣國際空間是新表現的舞台。劉議會才證實，今年6月到2例警察去到中國福建旅遊去壓走，今麥閣傳出含軍官後生去到中國耍，個人資料嘛要檢查。中國是要滲透，咱攏愛護警覺心。